到歌调自己的歌曲啊，要搜寻，还是练唱的时候的参考，已经要搜寻第14项了，淡水河边。哦，这个就是歌唱影片的资料库目录了。歌唱影片的资料库目录 ，YouTube 创造出来，你看这么丰富的内容要善用，有没有？这个现在左上方看到了有没有？那个有那个歌词啊，但是没有那个歌唱的声音了。现在要把它加入播放清单，练唱的时候要学习参考。先听看看人家怎么唱，然后再加上呢加入播放清单啊，来点按现在操作左上方这个，在画面影片画面右下角3个点点按进去，3个点点按一下，然后来点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等它显示出来，这么多播放清单可以选，来选第2项，新加建立的播放清单会出现在上方，按完成。那个播放清单是先建立好了，这样就加入了播放清单。